歡迎大家收睇 OK 睇樓團，我帶大家嚟睇屯門前樓王卓爾居，上車投資筍盤，優質校網，生活配套交通完善，應有盡有。新鴻基品牌512尺嘅實用面積，間隔市正，客廳足夠擺一張4人梳化同大電視，仲可以放多張餐台，高使用率。你再望下出面，左邊係翠林花園，右邊係大興村，樓下仲係輕鐵站添，行到5分鐘就到西鐵站啦，非常方便。咁我哋而家嚟帶大家睇下廚房。廚房用咗呢個明火嘅設計啊，而空間都足夠容納2個人以上㗎。後面仲有個星盤，可以幫手切菜同埋洗菜。短走廊嘅設計啊，最大化使用面積啊。而兩間房都可以放到一張大嘅雙人床同衣櫃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個廁所，雖然都係原裝，但係睇落企理乾淨，仲係名廁添。依家我哋帶大家去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都可以容納到雙人床、大衣櫃，仲可以擺咗張梳妝台同小型衣帽間添。